后来镜头所等的台湾来到嘉义市的西区中正路甲西门街口，讲不时就咧出车祸，毋是机车甲机车相撞，无就是轿车甲机车下撞。讲敢若即礼拜就出2件的车祸，去年嘛发生10外摆。啊，路边有一间在地真出名的鸡排，即个鸡排店，头家甲监视器翕到的车祸，铺上网络，提醒乡亲特别注意。昨下晡点半，两台奥特曼来到路口，互相唔相让，砰一声，全拢弄做一伙。其中一个骑士摔出去倒伫涂骹，经过民众拢来到3工。时间八去，当去1月23暗时9点多，一台奥特曼甲一台轿车来到同一个路口，也发生下撞。一礼拜内就出2件车祸。去年9月26下晡3点多，也是2台奥特曼相对撞。8月初5下晡5点20，同款是2台奥特曼相撞。定传出车祸地点，就伫嘉义市西区中正路甲新营路口，路边有一间出名的鸡排店，店门口的监视器全变做是路口的电眼，记录大概发生的车祸。头家就伫网络平台发文章，讲去年都有10外摆的车祸，希望相关单位一当想办法改善。就是车流还是高峰期的时候比较会发生，有时候都骑很快啊，到十字路口都没有停。虽望路口的涂骹有一日大只的停，不过大家赛车骑奥特曼的拢无注意到，速度也无放缓慢。加上无交通号志，所以也定出车祸。事故噪音均为行经路口未减速或未停让所致。有民众质疑，敢讲路口未当设交通号志，因路幅狭小且交通流量未达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。设置交通号志的条件。市府交通处表示，未来将会维设双车路的标记，增加用路人过车路的安全认知。市公警方也是提醒，经过路口速度一定要放较慢的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